票选为台湾10大灯会之一的普济灯会正式开展，伫今年已经进入第11档，现场有1600把彩绘灯笼，非常的壮观。主灯特别邀请艺术家陈建志创作圆圆融融土，由台南市长黄伟綽亲自来点灯，并结合音乐会向民众传达新年祝福。第11届的这个2023普济灯会已经非常。特别伫咱国际、伫咱国内，拢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。地新工作庙同款也举办成功灯会，庙方特别请来全国有名的台南武媚娘礼星，吸引一粉丝来拍卡翕相，成为成功灯会的大才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台南武媚娘，祝大家兔年行大运。另外，举办第3档的火星号幽平暗记和消防灯笼活动也正式点灯，现场超过2500拍的灯笼挂伫消防局周围，同时也请到火地神君伫现场驻驾，保庇大家平安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